邊廂咧，楊千嬅出席愛滋病日活動啦。咁另一邊廂咧，佢嘅緋聞男友古仔古天樂咧都出席咧另外一個嘅愛滋病日活動喎。哇，咁啱得咁巧啊！嗱，唔知呢一個係咪佢哋兩個人嘅 special request 啦？唔好要求咧就係即係兩個人同場出現啦，費事咧大家將焦點放咗去佢哋嘅緋聞上邊啊嘛。嗱，應該就話愛滋病呢一個問題真係非常之嚴重，就真係因為估計咧全世界裏邊大概係有3320萬名嘅愛滋病帶菌者啊，而當中咧更加有唔少係小朋友嚟嘅添。非洲多個嘅貧窮國家咧，更加係受愛滋病影響最為深遠㗎。藝人們工作非常之忙碌啊，不過如果講到做善事嘅話呢，無論佢哋幾忙都好，都會抽出時間幫手㗎。好似古仔古天樂啦，咁最近呢就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嘅對抗愛滋病嘅大使，咁而咁啱得咁巧，佢個好朋友楊千嬅亦都為同一個機構做大使，咁佢哋兩位真係好朋友啊！喺呢日嘅世界愛滋病日發佈會上面呢，4位受到愛滋病影響嘅小朋友呢就嚟到現場，同大家分享自己嘅感受。而身為宣傳大使嘅古仔呢，就對呢幾位小朋友嘅勇氣十分之敬佩啊！更加希望日後可以抽多啲時間去幫助有需要嘅人。細路仔，我覺得係有個天性咧，佢會覺得嗰個人係幫佢定害佢咁啊？唔知點解。咁我都佢哋都有講下點解個小朋友會上台去講嘢嗰時會戴住個面具咧？佢始終對人都係佢其實我覺得佢肯行出嚟講，佢應該好大勇氣嘅。咁佢始終都係未有信心好多嘢。咁所以我覺得唔係淨係單單表面去關心佢哋咯，應該多啲係去身體力行多啲，去親身接觸，去了解多啲唔同嘅問題，去關心佢哋。聯合國兒童基金一向做善事都係不遺餘力㗎，咁而且咧更經常去到世界各地進行探訪活動添。古仔就希望藉住自己呢股力量，去令到更多人了解愛滋病。今日即係去了解過呢個問題，或者我之前嘅了解，我都發覺原來係佢哋對人咧，對其他嘅人咧係好缺乏信心。因為原來個社會上有好多人係排斥佢哋啊，去唔接納佢哋，令到佢哋首先第一件事，啲小朋友係唔知點解會自己染到愛滋病，淨係知呢個係不治之症。咁第二，點解會身邊啲人所有都唔當佢朋友，全部都唔理佢，甚至乎正常嘅生活都冇。咁所以我發覺愛滋病除咗佢自己本身個病嘅一個可怕之外，佢哋要面對自己嘅生活都係一個更加可怕嘅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點解會揀今次呢個活動係，我想用自己嘅能力，希望多啲了解，透過我去了解，去話俾大家聽。其實佢哋除咗呢個病之外，係需要更加多我哋去關懷同埋去呵護佢哋。其實呢日咧喺另一邊廂，古天樂嘅緋聞女友楊千嬅呢，亦都係同樣出席聯合國嘅世界愛滋病日㗎。到底係咁啱啊，定呢個話係咁巧呢？我首先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慈善嘅一個活動啦，去幫其他人啦。咁任何關於緋聞上嘅嘢，或者係其他啲唔係關於呢個活動嘅嘢，我都唔想去回應。咁另外最近都有話志偉哥同你之間個錢銀上嘅問題，而家解決成點啊？呢個問題都唔回應嘅。都係交俾律師處理當中咁樣。無獨有偶，千嬅嘅緋聞男友古天樂喺同一日都係出席一個宣傳預防愛滋病活動。千嬅就話：大家出席同類活動，同佢哋嘅緋聞無關。肯定不是因為什麼娛樂新聞的原因，因為明天12月1號就是那個世界艾滋日，所以應該有不同的機構都會很重視那天所以那個絕對不是跟什麼一些娛樂的新聞有關，而是我覺得我們有一個同一顆心去支持那個艾滋病的那個訊息，我覺得那個才是重點吧。